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2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大先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蔡英文总统提起中国禁止国民来台湾自由行，还有禁止播送古装的现代连续剧，拢是错误的政策。顶月，有民众赛车经过花莲南安部落，看到眼看台湾乌熊的熊仔囝经过林管处证实，乌熊母仔囝无走四线。美国总统川普讲，9月初1要甲中国进口来总价达3000亿美金的各种产品，加扣10%的关税。咱看到讲，迄个国民党提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即马提名要选总统，伊煞判断讲吼，毋那伊啦，就是台湾民众党即个未来有可能是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罢免，原来会落去选明年即局。毋过，伊煞去互郭文哲杜讲。过一段时间，韩国瑜就发现讲，伊是预测错误。人嘛问起郭市长讲，啊，你当时要参郭台铭见面谈合作，郭文哲说讲，无论啥人，拢是着爱大声将家己主张表达得清楚，紧去说服选民，这较有影。台北市长郭文哲宣布筹组台湾民众党震撼台湾的政团，不管阻挡消息提早走漏风声，郭文哲初2早起批评内政部漏泄消息。他说申请不是机密文件，坦白讲这政府的这种纪律这么烂，还有理由一大堆。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你知道？什么党纲、党章，什么通通没有准备。国民党阻挡进军国会，拿着电影拢看好，会变成国会第3大势力。只是国民党到底是不是要选一控？听讲各地咧等郭台铭的态度，到底两个人什么时阵会见面？国民党直直拢唔开嘴，但是郭台铭的幕僚嘛透露。郭和郭两个人难免嘛是有心结。人活在世界上当然会有各种心结，不过也还好。当做我们这种大风大浪的这样有什么小细节也会忘掉。这每个人要自己很清楚的去说明他的论述。所以我倒觉得这样最重要还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要能够有效的来说服我们。只是到现在为止，坦白讲我个人的感觉是毛毛的。郭郭合作的消息满天飞，韩国瑜更加着急要和郭台铭见面。对郭文哲阻挡，韩国瑜更加断言郭文哲罢免会参选2020。不要猜测柯文哲的行为。我发现柯文哲是很难猜测的人，他可以预测嘛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他又预测错了，对不对？当选1个月就在选总统，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他只是很不幸，我们台湾就是很不正常。他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家当中，我们如何去思考怎么让它正常一点？2020总统大选变数真多，白色联盟就批评国民党阻挡，只是为着要延续政治性命，将阻挡当作是政治业绩无，根本是上典型的投机分子。记者综合报道。咱同款要来讲韩国瑜，到底伊要拣啥人做副手咧？有人去问捌伫马英九时代做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先生，伊讲家己是由因韩市长要作为国政国务团的总召集人，韩市长是无介意回到副总统这站哦。另外嘛有人讲起前任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不过王委员较担是还佫讲家己的选大底。表扬模范父亲，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在场的人轮流翕相，嘛讲真感佩因，因为做大家长是无简单。有这种想法，可能甲伊最近的心情有关系。因为韩国瑜除了做市长，阁是总统参选人，面对着大选，伊选和副手拢还未决定。外界认为上有机会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可能就是嘛无意愿。拒绝王金平的副手，还有没有其他？王金平说，王金平说拒绝当您的副手。谢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关于郭台铭的部分，他说没问题。好，谢谢啦。张善政在时上节目讲，韩国瑜无甲伊讨论着副手的代志，伊目前敢若同意要担任伊国政顾问团的总召，嘛认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的声势比较悬，应该找伊。若是讲韩国瑜访问着这件代志，是完全无爱回应。
我是没有在想那个事情，我没有在想那个事情。好，然后你看最近的民调，副手最热的其实不是我，是朱立伦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只是强调，伊无放弃参选总统。对象很多的，所以他尽量去考量别人。我讲过了，我一定参选到底的嘛。哦，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变过。王金平讲，韩国瑜捌当面邀请伊做副手会议选，嘛搁再一届强调家己的选角底，嘛有国民党的政客是又搁增加着困难。记者王流婷、陈显坤、并交权高雄报道。接来，咱来讲蔡英文总统今日开始伊去到台湾各地头，关心地方产业的旅途。伊也讲起讲，中国这2天宣布禁止国民来台湾自由行佚佗，搁有顶阵宣布禁止播送古装的连续剧，甲掠俊男美女做主角的现代村偶像剧，这拢是错误的决策。另外讲到林昌佐立委退出时代力量，蔡总统也肯定讲，林昌佐甲洪志阳2个人拢是真认真、搁真优秀的人才。刺青台湾唱上世界3，总统蔡英文3月1日正式开始，台北专台行透透，9连任拼经济，连续执政3年成果。嘛，搁一摆批评中国限制自由行来台，甲禁止报出偶像甲古装剧是连续错误决策。中国方面的一连串的错误的决策让人感到不解，也让人感到忧心了哈。蔡英文批评中国北下少年人权利，嘛替少年人感觉唔甘。对立委林昌佐退出时代力量，表态支持蔡总统连任。伊嘛肯定林昌佐甲洪志阳2个人，不过是不是邀请伊加入民进党，这是交互党中央决策。必须要特别肯定时代力量的这个林昶佐立委还有洪志阳立委，他们都是非常认真也非常优秀的人才那我想我们的党中央会依循我们的决策的机制来进行沟通跟决策。是党的路线跟我不一样，那我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做。林昌佐退党了后，蔡理上公布表示，对退党决定并未后悔，3前拢未登去时代力量。按更是未来党的路线清楚了后，会搁再考虑。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在列面写发文，表示愿意提出上大诚意、壮大台湾派，甲国党进行对话。嘛传出拜6礼拜就甲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见面，讨论后续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风声讲，中国束缚因的国民来台湾佚佗，毋但讲自由行的签证暂时冻店，甚至原来有几两个省份有可能开放归团来的人数，配额嘛要减落来，无爱搁再开放遮济人。交通部观光局是讲，已经有按36亿要补助国民家己游台湾遮大观光的用途。毋过有旅行的业者是真悲观，讲庆忌拍卡来，问题就冷去啊。中国为8月初开始渐渐释放中国自由行旅客来台签证了后，又有风声9月开始要限缩中国旅客团。有旅行社业者表示，中国官方会限缩下半年来台团客名额。上海状况是春之前。每次大减，它一定会减，应该是在9月份开始，它就会有一个动作出来。又把团体这个部分又减少了，它对整个市场冲击确实是非常的大。其实今年顶半年，中国旅客来台人数回复，根据官方统计，更是顶半年中国旅客来台人数都有167万7009人，其中团客差不多57万3744人次，个人自由行差不多63万3353人。即马中国限缩正式启动，恐惊下半年来台人数可能大幅度减少8万人次，搁一届冲击台湾观光业。4万人一个人是均价大概都在4万块左右，一个月差不多就是影响60亿的产值，维持半年的话就是影响360亿嘛。因中国限缩政策，交通部规划到36亿，推出国旅秋冬游奖励方案，来弥补减少中国旅客。那当然，我们在昨天也推出了这个秋冬的一个国民旅游的一个奖励方案，来稍微舒缓一下未来整个大陆的这个来台旅客减少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不过，国内饭店业者认为，国内补助可能增加差不多1成的大房率，减少中国旅客市场恐惊补袂回来。学者分析，在台湾选择瓦军，中国对出手限制中国旅客来台，已经变作正常。即摆力度变大，台湾观光产业面对冲击，恐惊比之前更较大。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来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伫咧执行金融检查的时阵，发觉讲，自2011年开始，拢总有37间银行产生信用卡违约金收了过头的情形。一个追查落去，才知影讲，这银行甲人加起来，拢总加收的数目竟然有几落亿，遮尔啊济。金管会嘛下令，这银行爱赶紧将加收的款项。这款项拢退转去，互信用卡用户接通。昨日嘛招因来会议，参详讲要安怎样解决这阵问题。现代人工作不闲，有时阵代志多，就要去拿各种小单的信用卡的钱，嘛享受违约金。金管会去年执行金检时，发现银行超收信用卡违约金，就开始对37间银行信用卡进行追查。结果发现，为2011年开始超收几落亿违约金。下令要求银行将超收的钱退回去。我觉得这样子是蛮合理的因为就是多收的钱，本来就是要还给民众。当初你在办信用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条款，然后你自己迟缴了，那我觉得银行收合理的逾期金是 OK 的。金管会是在2011年2月订定规定，信用卡违约金相关连续袂当收超过3期，并限制第一期收300块，第二期收400块，第三期收500块。若是卡片所有人拢无纳到3期上加应该纳的钱，上再收1200块了后，就袂当搁收违约金。啊，是民众若是1月初5爱纳钱，了后就2月、3月、4月无纳钱，银行上细讲收1月到3月拢总3个月违约金，4月到4月了后袂当收。啊，不过金管会去年经检发现，有银行家己改套法规就违规。这个涉及到当时这些规范订定的时候，有没有盯住？让银行能够充分了解你的内涵是什么。否则的话，各个银行都自由新政，当然就会产生目前我们看到这种乱象。随上金管会因去年12月发配予各银行，明确订定信用卡违约金算的方式，并且伫初二邀集36间各间总经理召开总经理联络会议，讨论加纳的部分应该退回民众。对此，银行公会则表示会尊重金管会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联合病院有一个医师，顶日咧伫网络顶头写讲，伊有一日家己迄个部去甲2个病人开刀开2逝，迄暗人发烧，结果原来就爱住院。无意外讲，即马接到健保署通知讲，你咧住院病人嘛咧住院，安尼你咧看诊的费用，我要甲你抬掉，互伊感觉讲真无理。讲到这，健保署早起也出来澄清讲，只要病院正式来申报的时阵，有附带说明，绝对袂将这位医师检查病人的费用来甲抬掉。大病院的医师若是判病，嘛是着爱照顾患者。有一位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阳明院区的新医师，前2天伫面册发文指出，家己伫去年某一天早起已经看10外位患者，下晡入去开刀房2间，无因甲暗时熊发烧，被诊断出是毛肠炎，家己嘛开刀住院，隔2天着爱搁看病人手术了后的情形，倒办出院。想袂到煞接到通知，因为家己和病人住院的时间顶塔、诊疗等相关的费用，有可能互健保抬掉。伊唔敢相信。北市联医自己内部去分析资料，去勾串了医师请假的资料，所以去请医师提出说明，说他在他住院请假的期间，又用他的名义去所申报的医疗费用。健保署表示，目前也未收到病院送交健保申报资料。新医师所讲的这份13名单，应该是病院内部盘点，医师请假系统和健保申报出现矛盾，才会甲医师做确认。不过健保法相关的规定，嘛是为着避免医师可能出高休假等因素，有关申报健保的弊端发生。医界对于健保署黑箱核删这个怨已久，所以才会医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他在情绪上面他很难评。健保署或医院应该去关心说，如果有这类病人，医院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调派或让医师请假的制度？健保署强调，只要院方甲健保署申报费用的时阵减负相关的说明，健保署绝对袂甲伊抬掉。若是被点名的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当事人新医师拢表示尊重健保署的讲法，目前无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天气是热甲电真下冰，观众朋友咱不闪时就要注意补充水分。咱来看中华保安警察第4中队一个女性的分队长，顶日伫咧参加训练的时阵，可能就是热甲昏去，到目前还未脱离险境。同款是中华者，原来有一个行动较不便的民众，人住伫咧铁厝内面，翕甲唔知人，加在因厝内的人有发觉，紧送去大病院急救。
救护车赶紧甲已经昏迷的查某警察送去急诊，到病院的时阵，伊已经无喘气啊。经过病院的抢救，目前也是咧昏迷，伫咧家护病房观察。保署总队表示，这个查某警察是参加走3轻工测验的时阵向昏去。那我们严分这个分队长啊，在7月30号，那他在这个补测的这个时候啊，他是选择正常的跑步，那不幸的就发生了就晕倒的这个事件。这个查某警察是保署总队的分队长，伊伫7月30参加走3轻工测的测验，着阮敢若因为着山昏倒，毋过有环境质疑，警政署已经表示取消热人走3轻工测的测验，是安怎搁要进行？保署总队解说，测验方式是受测人员家己决定的，因无强制规定。天气小热，毋若伫室外，连伫室内也有可能着沙。中华一个行动无方便的查甫人，就因为厝内伤过热，体温飙到41.8度，差一点因为安尼过身。那我们判断他有中暑，所以立即帮他降温，帮他衣物解开，暴露在冷气房中，并且给他冰镇过的生理食盐水，持续灌注了3000 CC， 帮助他在1个小时之内体温从41.8度降到40度以下39.7度。医生表示，这个查甫人因为踮伫无冷气、通风搁歹的铁厝内底，热到着煞昏迷，互人紧急送病院。昏迷指数敢若有3，经过插管，搁有紧急降温，才甲命救回来。医生提醒，着煞昏迷若无伫1点钟内紧甲温度降落来，就算救回来，嘛有超过9成会伤着脑神经。民众千万爱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苗栗一个3岁幼囡仔。头一天去到幼儿园读册，中昼时因爸母说甲讲，囡仔哪会徛伫咧厝林门骹口咧骂吼，敲电话去到幼儿园，这老师竟然拢毋知影讲，囡仔已经家己行出学校了。落尾园长甲老师原来有出来会室咧，讲会赶紧改善安全门这设施，千万都毋通互即款代志搁再来发生。3岁查甫囡仔家己骑水道行伫大路中央，互你家在迄当阵无车来经过，中昼的时阵，查甫囡仔妈妈看到应该爱伫幼儿园的囡仔出徛伫家己门骹口伫遐咧哭，真正是错一条。联络学校了后，老师佫毋知影讲发生啥物状况。有吓一跳，而且小孩已经哭得很惨了，而且他其实有吓到。我打电话给我小孩子的老师，然后他们的老师是告诉我说，就是我的小孩子在教室里面。后面他们查了一下，才知道说我的小孩子就是已经不见了。你现在，你认为你想要我们怎么处理？是插着要没有那种态度，没有那种对不起的态度，还是怎样？爸爸妈妈表示，第一时间老师佫讲囡仔是去便所，找无人的时阵佫讲囡仔是爬墙位偷走转去。一直到妈妈去学校调监视器外面，才发现讲查甫囡仔拄教室行出去，通过走廊的安全门甲学校的大门，过程当中拢无人来甲伊阻挡。幼儿园这时阵才承认讲家己有毋对的所在。因为今天是开学日，所以进进出出的家长比较多，人比较多，所以那个安全门可能没有被带上，没有关起来。已经联络厂商，明天就来更换新的门。幼儿园真的是有疏失，但是会极力的改善这个部分。查甫囡仔的爸爸妈妈讲，会当体谅老师是真辛苦。毋过幼儿园的园长说颠倒头来甲伊问的态度，互因决定讲要公开这个代志。对这个代志，幼儿园出面沟通的人员表示，可能园长的讲法引起误解，会继续来甲家长沟通，而且随改善安全门的装置，避免这款代志搁一个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道讲，中华民国国兵协会宣布讲要停办2019亚洲国际花式出兵的经典赛。佮讲，这个活动红时压力同时间要刷去中国的东莞举办，教育部嘛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结果认定讲国兵协会这款做法有违背法令，也有违背因家己花莲的中庭，佮有妨害到公众的利益。现时已经提出警告，佮撤除协会秘书长的职务。当时就是有一些欠缺的考量啦，以及就是说我们在做申请的过程之中，就一直不断的被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在干扰。到底是啥物人促销，啥物人来甲伊压迫？出兵协会顶个月2号举办记者会，共款是交代甲无清楚。教育部专案小组要1礼拜调查确定，协会违反法令，中庭还有妨害公共利益，会来甲因处分。直接涉及我国选手的选训参赛的经费外，自即日起停止补助1年。另外，我们在4月3号核定这次赛会的200万，也同步的一个会址。毋但记警告，还有停止部分的补助以外，秘书长吴义德的职务嘛去互取消。
停办这个决策过程是他个人的在全权负责，也没有依照章程的规定事先呈报理事会同意，而且明显已逾越职务的权限，而且前后说法反复，有损协会跟国家的形象。停办的争议惊动 ISU， 体育署要求协会正式发文去 ISU， 甲事实讲好清楚，而且表达立场。若是专案会议当中，我一直同款是无交代好清楚，看袂到的国际压力是拄倒位来，要求协会限期抄清楚，报请教育部来继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琉球乡前任的乡长陈良进3天前去互检察官查出讲，牵涉到12站工程有不法的案件，其中有一条做路的工程嘛牵连到迄当阵的议员洪珠清甲因翁婿。是啦，就是讲大兴的时阵去互菲律宾开枪扫射，出来替老爸讨公道的洪珠清洪大姐。昨屏东地方法院一审是重判陈良进前乡长22年的有期徒，洪珠清甲因翁婿一人12年的有期徒，是讲这条案还佫会用得上诉。因为讲大兴案真出名的洪珠清，1803年选调屏东县议员，但是迄当阵至今都还未做满，就涉嫌和翁婿黄志伟白标道路工程被调查起诉了后，即马屏东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来，2个人拢被判刑12档，没收犯罪所得360万。前议员洪慈倩女士夫妇也在其中一件案件参与的这个收受贿赂的行为，那本院依法判处洪慈倩夫妇2人均有期徒刑12年。洪珠清因为涉案，这个议员连任选不掉，经地判决，伊早起资本表示要回应，强调为着清白的上诉，但是尾仔阁无出面。公诉工程备案，迄当阵做乡长的陈良进嘛有涉嫌受诬塞，就连乡内4名纪念馆顶12件工程，拢互检方查出备案，一审重判22档。认定被告陈荣庆先生前后有12次向厂商收取一个贿赂的行为，那判处收受贿赂罪有共12罪。陈良进和尾仔选调乡长的后生陈国才拢无出面回应。其实陈良进伫2014年选乡长的时，就捌涉嫌买票，被控告当选无效，伊虽然是投入补选，再度当选，但是最后嘛是因为备案断了政治之路。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公安局头尾分这条案，检察官昨继续约谈10个中华航空的员工，搁有已经去互华航调职的迄个资深的副总经理罗家美。搁有空中用品供应处前任的副总区忠信。新闻了后，罗家美是互检察官请回，区忠信以70万交保，这2位也拢改列做被告。挂罪案华航前资深副总罗亚美，青暗时9点半向医生8点报信，面对记者，伊一句话拢无讲。为了了解被免税品流程，检调伫初半暝3点，约谈10个华航员工，暗个面对媒体，因共款一句话拢无讲。不好意思，谢谢结果，谢谢结果。检调初一继续约谈被华航员工，包括向调职华航资深副总罗亚美、甲空兵处总经理区忠信到案，了解买纾困流程是毋是备案，佮比对2个人讲法，找出事实。2个人拢为高层降职，伫8月初1开始生效，嘛拢第一天去检调约谈，佮向改列做被告。罗家美先后请回，区忠信伫半暝2点半去检方以7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7是七娘妈生，总是也有人讲或者情人节。台南市为特别拼观光，特别经10大情人约会好所在，邀请市内高中高职内面跳街头舞蹈的学生。去遐快速表演，跳起早拉舞，翕出影片。这个广告大放起咧网络1礼拜，就已经有几万人点入去看。另外，台南市政府嘛加强宣传市内7间拜月下老人的大庙，就是要招住伫咧外县市双双对对的情人，做伙去因遐过一个浪漫的好节日。各间学校的学生伫台南出名经典跳舞，展现青春活力。同一个时间，身躯边嘛出现台南有名的元老，原来是配合台南市举办的七夕爱情活动，伫翕宣传影片，到即马已经有10万人看过。其实也结合了六所的高中院校来去搭配，最主要是希望透过年轻人街舞的这样子一个热情来宣传
来表达说在约会景点当中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去玩这样。这个活动以城市做场所，在七夕进前选出10大约会景点，和规个城市拢是甜蜜的气氛。佮用元老做主题，串联台南市7间元老庙，对今仔日开始做18天的活动。活动除了有元老出巡，佮有展览、装置艺术。台南市长黄伟哲嘛邀请外县市的警判，大家做伙来台南过浪漫的七夕。那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恋爱的季节，七夕又是七夕情人节，然后台南又有许多月老庙，借着月老的元素，借着七夕的元素，借着爱情的元素，以及借着产业的元素，能够把它串接在一起，能够在这个台南发光发热。台南市政府表示，每一个约会景点拢有无同款的爱情意义。比如讲，台湾船成功号代表成功的爱情，南美馆是白色爱情。8月初3，佫有出名的歌手要伫南北投文创园区唱歌，要拼爱情产业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台中市旧的市场公馆，这是出名的历史建筑。这当阵办真侪文化活动。这站时间，因提供市民真人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毋是互你借册，是来听真人，听真侪遮的老辈，讲因的过程，讲因的专长，讲因特殊人生的遭遇，真正互遮的老辈体会讲吼，我伫咧讲过程，少年囡仔就真爱听，我真有价值。有影人讲老人毋讲古，少年的都毋捌报。穿球衫拍棒球，细尖的一队翁仔某，毋但骹手溜了，动作搁做了真水快。尖细对初中就开始拍棒球，退休了就带因家后做伙拍。但已经到70外岁，搁要继续伫球场创造精彩的人生。这个手套的感情也很重要。他把这个让给我。哦，这样子。大概60，对，50-60年了。这个小时那个高职中时候用的。已经头毛喙手白，钟老先生边来提道具要表演魔术，观众目睭是拢唔甘呢。甲牛铃倒入去杯仔内底，一声都甲变无去。另外，搁一项绝招，唔免爬金蕉皮，就甲金蕉切落一块一块。老先生讲，家己捌练过气功，不过活到93岁，才总算完成变魔术的梦想。第一个要有趣味呀，你要有兴趣，我不是职业啊，我唔捌这叹气要互人看，欢喜就好啦。即马由社福团队伫台中市市场公馆打造一个本土真人图书馆，许多人会当伫遮分享人生、传承经验。民众有兴趣来遮听故事，就亲像咧读册同款，是不离啊信息。可以进而去认识他更多的生命故事，他为什么从认识就是怎么变成到现在这样。然后希望就是老人家真的是一本书，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翻阅它。弘道老人基金会讲，目前规划逐礼拜有2天，拢有人来轮班。现在也有30多位的长辈愿意加入这项工作，或者是大人有发挥的舞台，也通增加顶下台交流互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道讲，台湾的海岸线真侪所在粪扫捡甲无地去捡，清甲无地去清，实在真垃圾。不过咱敢有想着讲，海岸线的粪扫都咧恶清啊，海底的粪扫敢毋是搁较废弃？桃园市环保局顶日就成立全国头一个环保唱水队，对外招募80个唱水的志工，就是要vận落海底捡粪扫。虽然讲你有唱水的执照，因会先录取，但是市民咱也毋惊渡水，袂晓收水嘛无要紧。桃园市政府会安排免费受训练。新地游泳池进行最深5公尺的唱水训练，这是第海洋训练。3届课程摕到唱水执照，就当落去清除海底粪扫。桃园市环保局成立全国第1个环保唱水队，这嘛卖对外招募80个志工，水平会现场吸引真侪关心海洋的民众来了解。就是海里面动物的话，就会有一些塑胶片啊，然后一些网子啊那一些，有些海龟就会把塑胶片当成水母它的食物吃掉。因为那个海洋垃圾真的蛮多的，会找朋友一起来，会就是潜水或近滩、沿岸都可以捡垃圾。桃园市观音北海边甲伫围海岸叫环保团体点名，是全台上垃圾的海岸之一。市府海岸管理处要办净海沙坡活动，为了对付海底粪扫，增加清队力量，积极招募唱水志工。海底垃圾基本上看不到，
也摸不到哈，所以说造成很多海洋的生物会误食这些垃圾，造成他们整个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损害哈。海关处表示，因为看无真少人关心海底垃圾，安个摆地希望塑胶物件，也是金属制品放伫海底，常常危害海洋生态。爱挖苦人用以为来清除。志工招募会优先录取有畅水执照的人，暗过嘛欢迎对维护海洋有热心的民众，未晓收水嘛无关系，社会安排免费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月日2、9、30这2天，拢有民众赛车经过花莲大溪乡南安部落的时阵，眼着讲有台湾5型的翕仔囝的形影，大家嘛咧烦恼讲，敢会翕仔囝甲翕仔母走四线去？总是农委会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已经有按外线的相机落录，加早有翕到翕仔母带翕仔囝咧行。林管处嘛提醒民众讲，咱若有看到乌熊，千万都唔通加入，点点放伊过就好。小熊，是小熊哎。这是花莲民众开车经过大溪乡第30线瓦拉米步道口的时阵，伫路边发现细只熊的行车记录器画面。为着要调查细只熊是毋是有和妈妈做伙，林务局随架设安外线翕相机，果然伫30暗翕到母熊和翕仔囝。看到黑熊妈妈带着黑熊宝宝的情形，显示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适合黑熊生长的一个生育地。提醒民众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能够减速慢行，发现黑熊及通报林管处。林管处强调，但安沙区原本就是乌熊的栖地，直接发现真正熊。乌熊妈妈黄美秀是烦恼讲，民众好现赶咧翕相，甚至讲倒车看拢会去惊到乌熊，应该甲车停落来，互熊行过。倒车敢若会去惊到乌熊，嘛互家己真危险。美国的国家公园啊，熊也在路上走，民众也是把车子停下来，然后看熊走过去。那这也凸显台湾民众在路上遇到熊的行为目前还有待学习。地方的民众是表示，第30线通往玉山国家公园的瓦拉米步道，原本就是真偏僻的山区，所以熊会出现真正熊。伤侪干扰都有可能互乌熊去钓车惊，若是佫造成翕仔囝和母熊分离，后续付出的社会成本真歹估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东县太麻里车头。伊面头前有一搭铁路的平交道，迄景致就若像日本的漫画《灌篮高手》内面男主角樱木甲伊暗恋的人见面的平交道。毋只有真侪人客拢专工来遮，要将火车甲海景翕斗阵，毋过人侪话就侪。明明台东县政府都有设所在要互停车，嘛是真侪人拢违规乌白停，安尼毋但引起塞车，佫会影响交通。照一句少年人时行的话来讲，有影是毋通。面头前看出去，远远的所在是那色的海，游客只伫咧太麻里平交道头前等待火车经过，要来翕相做纪念。这个景致真亲像日本漫画《灌篮高手》的樱木平交道。这5年以来，逐年休热的时阵，拢成游客来遮翕相。过去嘛捌有游客走入去铁基路面顶翕相，去互铁基路警察处理了后，就毋捌阁发生过。毋过今年游客增加，这个所在煞变做直接塞车，原因是因为游客因为方便，直接甲车停伫咧平交道附近的大路边，而且行去平交道头前翕相，造成当地居民出入不方便。像我们已经按喇叭警示他们，那我们的那个群众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会造成我们上面部落跟我们周边部落跟我们上面农户的一个用路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台东县警察局表示，太麻里平交道已经列做交通整理的重要路段，而且伫边仔大路嘛有画禁止停车的线，附近嘛有规划临时停车的空间，嘛会加来巡逻处理。我们的远景会加强这个交通整理，还有举发的一个动作。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表示，违规停车会当罚300到1200块的罚金，一张罚单就会当买1-2箱的雪茄破手。呼吁游客爱遵守规定，加行几步，甲车抄好，再去平交道头前翕相顿卡。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台湾话吼，袂少人拢会晓讲。毋过台语字要安怎写？永早咱公司台语台还未开播进前，大家拢整来整去。其实教育部已经有推荐台湾闽南语的用字，嘛举办检定的考试，就是要互你听讲、读写，拢会当安尼真顺序。今年南投延平国校因就办演习营，或者要参加考试的人，先来冲刺一下，来研究讲倒一字安怎写才有正确，因为用台湾话安尼写出来，就是咧保存咱正港台湾的文化。
好的农业技术，外国人若讲到咱台湾，真侪人侪少拢会晓讲台语，也毋过要认捌台语文字，用台语文来写文章，都毋是遐尼简单。为着要准备教育部所推行的闽南语检定，学员参加5天的演习课程，加强读写的功夫。就是要安怎写作文，爱安怎写才较有台语味。我以前无写过台语文章，毋过来遮之后，我会晓写。其实我嘛有鉴定过，因为我毕竟袂记去，所以我过来做复习啦。但伊若是无搁推测吼，我感觉真正会是团去。厝里的人啦，若是会当日常当中拢甲伊讲啊，我感觉囡仔吼，伊就会愈来愈老讲，啊嘛会有兴趣。南投县延平国小举办5天的演习营，就亲像是课前的补习班。指导老师讲，大部分的人会晓听甲讲，也毋过读甲写对台语文化的保存相当重要。这摆是为什么教育部要推出标准用语，鼓励大家用台语文写台湾诗。教育部伊即摆希望透过这个认证后摆大家用的字是统一了后，我写的台语文章，你就看有，别人写的台语文章，我嘛看有，对这个传承较有帮助。为着要甲盼见几60档的台语搁捡回来，教育部为99年开始办理闽南语认证，报名人数逐年增加，到107年，总共有67000个人报名。去年整体通过率是7成外，大家做伙学台语，推广台语文，保存美丽的台湾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仔，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是啦，确实都有影。台湾话文化要流传，字爱安怎写，大家都爱切互得。当然上界宝贵，就是台湾话内底确实有真侪艺术、真侪技巧的所在。今仔日国情佫招你来趣味一下，咱来要味菜。讲台语的味菜真巧妙，菜色果子讲有嚼。今日咱拢来要果子，看好无？来，大先咱来甲动一下头壳咧。这个味菜拢总4句，讲青布包白布，白布包茶色，茶色包虾米，虾米包酸醋。这要要果子，国情当时要要倒一项？你顶动头壳来甲小想一下。煞毋知影讲，这粒果子上外口面就是青绿色的啦，青金金哦。青布内底包白布，第2元白啦。白布内底后迄个果子会包茶色，毋是啦讲这果子内底，国情小甲你透透一下，一万迄形体敢若茶色咧。茶色内底佫包酸醋，哪有即个代志？酸醋煞毋知影讲伫咧讲气味哩。来，小甲想一下，青布包白布，白布包茶色，茶色包虾米，虾米包酸醋。这要一项，这个果子是啥？若讲有咧看网络直播的，你则写字留话去咱这网络顶头甲小编。然后，互伊开心花，搁来第2条，同款果子哦。这个果子就毋是青啊，这个果子我原来甲你头讲是黄的啦。煞毋知影讲这3句，头拄4句连，这3句1句7字，这国情家己扣的。本来味菜无遮嚼，我甲扣做1句拄7字。讲一个囡仔穿剑甲，穿剑甲毋是要去烧台呢，拄电脑边，问伊看要倒一搭，这个囡仔你要倒一搭，讲伊要去烘台肉，这是啥物果子？观众朋友，咱头壳来甲叮当一下。一个囡仔穿剑甲，外口看起来安尼，毋是一般的衫，是剑甲呢。啥物形体叫做剑甲？这个囡仔你要对一搭，伊煞甲你应啦，讲毋是要去烘台，是要去烘台肉。这就现机啊咱伫咧切果子，你讲莲雾用过切的，内莲雾用过写的。敢有迄个果子讲用过抬的，咱就对遮去动头壳。讲倒一款的果子，穿剑甲到尾你要甲抬来遮的时阵，讲我要抬即个果子这原来是种的提醒。你头壳佫小叮当一下，总是过去人时行一句话，讲答案就在影片中。过来国情要招你来看，看这森林有一片的油园，种作是无用农药。毋过油生甲满时，园里大自然的景致嘛真热闹。你甲看油顶头有咱台湾的学者所发现品种真特殊的4卡，
猪肉青药来遮休困。另外，佫有芳有鸟啊来遮伫咧做收，袂输敢若动物园。啊，正做即片油仔园的农民讲，用即款对地球环境较有利的种法发出来的油仔，虽然外表看起来无遐水，毋过食了是真健康，佫真安心。中秋过外月就伫要到啊，油仔园内底的油仔生真高，农友高国顺3年外前用退休金甲一片粉林的油仔园买落来，为教室行入餐园，含伊看厂后杨秀华做伙撩落去做事。青蛙这里青蛙带有14种，我就营造一个可以青蛙可以住的地方，南海西这样大的所在。啊，我嘛有水果好收，3年外，到今为止我都无用任何的农药，因为我用农药。我的生物就会死去。完全无喷农药，也尽量无用化肥，搁啊种有通收，讲起来简单，做起来是真艰苦。这对翁某家己制作药肥，用微生菌防治病虫害，用机器来割草。即卖油仔园变作是好怪、蜂仔、火金菇，也搁有拿卡鸟这些动物来厝，逐工拢真闹热。只要是营造一个生物能够住得下来，啊，但生物它食饱。我嘛爱小孩用食饱，用友善生态方式来种植，种出来油仔食了安心佮健康，也毋过外表较无遐尼水，恐惊伊消费者较袂介意。柚子的灰沙都拜拜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痛。想要吃健康的食物，想要吃安心安全的食物，要考虑一下。皮丑丑的没有关系。有人讲友善种植遐尼忝，这款的方式真戆。也毋过高国顺讲，大自然一物去一物，才有真侪含矿塞高的油仔树下骹，会家斗相共掠牛港湾，保护油仔树，维持生态，互动植物都有好的循环。伊感觉这是真有价值的代志，会继续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天气这么热，添一杯清茶有影袂歹。国政啊，顶回甲大家讲，官腔家庭只较生丁。来讲台中雾峰阿大雾光复新村家有一个一杯茶看见东南亚的展览，毋但互咱了解茶叶的文化，深入来了解台湾红茶历史。大人囡仔真骨力，甲茶叶暖咧，因亲身做茶，了解做茶的辛苦。台湾人介意啉茶，毋过你敢知影你啉的茶是对倒位来的？台中市社会局甲中兴大学合作，伫雾峰光复新村规划一场，用一杯茶看见东南亚的展览。目前的茶的自产量其实是不足的，就我们喝的茶的。数量其实相当多，但是有大概30%是从外面进口，那大部分是从印度、斯里兰卡、越南这些进口，特别是红茶的部分。中兴大学讲，台湾的红茶是伫100年前对印度阿送来的，展览用茶叶做主题，了解台湾、印度甲斯里兰卡的历史甲文化，嘛了解种茶叶甲生产茶叶的过程。和台湾、印度甲斯里兰卡的关系更较密。那从这个茶文化当中，我们看得出这里面有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的交流，还有甚至于友谊的这一个串联。我们其实对于茶很喜欢，所以也很想认识一下其他国家的茶，到底他们都喝哪些茶。台中市社会局讲，这摆展览唔单是呈现茶园的景色、满茶甲互动，嘛希望透过茶的展览，互民众会当认捌永续农业，甲种茶到生产茶叶的过程带去社区内底，嘛希望大家会当用茶叶，互世界看见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细汉囡仔咧耍的，咧贴起厝的茶贴啊，其实内底有真侪科学的原理呢。世界机关王大赛、台湾赛8月7日伫中兴大学来举办，有9个国家上千个选手来遮车拼。台湾伫咧困难度上介悬的机关整合比赛内底，国中甲高中的2组拢得到金奖。朋友摕这贴形体的贴啊，一块一块甲倒起来，然后甲想空想芳设机关。啊，伫咧2楼的家长也有带队老师，也毋敢结放，一直看囡仔比赛的情形，替囡仔真紧张，因为因拢希望会使伫咧世界机关比赛中得奖。不
不过评审看重的，唔单单只是机关的设计，包含如何启动，如何走到固定的区域，开启它的特色关卡，再绕到另外一个区域，开启它的指定关卡，最后回来。那么这里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机关的设计，还有呢，它对这个积木的这个熟悉度，还有呢，它本身的临场反应，才能够设计出好的机关。世界机关王大赛的台湾赛，吸引泰国、越南，也有咱台湾等等千外几国小、国中、高中的囡仔组队来参加，考验小朋友自主发现问题，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咱台湾伫咧难度上悬的机关整合赛事内面，伫咧国中到高中组拢取得上悬的荣幸金奖，因为因伫咧作品内面，唔单展现学校所学的科学知识，也搁结合技术。就是你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科学原理，都要把它放进去，它要能够讲述出来。最后，这个作品它也结合了艺术的概念，就是要把你的故事性，还有呢，你觉得你的特色是什么，把它包装成一个整体的作品的不一样的外观，然后讲述给评审听，这样子他才有可能获得高分。囡仔遐囡仔仔将生活中的科学知识放入去作品内面，也甲同学之间合作甲真饱，唔但拼出好成绩，也拼出咱台湾囡仔的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集集爱寮国校内底3分有1分的学生囡仔，拢是新住民的家庭。为着要互这学生囡仔更较了解妈妈的母语，爱寮国校伫咧校热特别举办越南语课。请越南的老师设计一寡轻松的课程，加强这个学生囡仔学习的效果。客越南语的字母为学认字开始，对越南老师学妈妈的语言。就是用那个游戏来教我们，然后让我们学习。学什么？越南语，然后先从越南字母开始学。老师教我们讲越南语，字都记得明白。南投一集爱寮国小有1/3的学生出世伫新住民的家庭，因的妈妈拢是越南人，学校特别请越南老师用耍游戏的方式教囡仔越南语。透过课程，透过我教小朋友越南语，我会介绍自己本地越南的文化给小朋友知道，然后是台湾跟越南有什么不一样、不同的。而且今天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只知道自己台湾的名字，还知道自己越南的名字。学校希望透过越南语的课程，增加学生的语言优势，也打开囡仔的国际眼界。在家里可以跟越籍的外配母亲能够学习能跟他们沟通让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一些文化习俗对未来他们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加一项语言就是加一项优势。囡仔兄、囡仔姐，哪算哪学，多元语言的学习环境，也成做爱寮国小的另外一个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讲，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网络发表文章，讲为着要逼中国骹手较紧的，赶紧来甲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伊讲9月初起，伊要甲中国进口来总价值$3000的各种产品加扣10%的关税。不过，总统向向发出这项政策，美国股票的指数，一般讲工业的指数，也是讲500种普通股票的指数，3大指数平均测，煞拢摔一个。国际油价嘛6-7%落来，总是川普讲这阵变化，人有股价在内，较无咧烦恼。川普今日推特发文中指出，将为9月初开始，对差不多$3000的中国输入商品增加10%的关税。消息一出来，原本是起的美国股市随震动走低，三大指数收盘落的幅度伫0.79%到1.05%。伫收盘了后，川普佮表示，硬即摆美中贸易谈判无顺利，调关关税幅度可能有25%，甚至更较悬。川普先后伫面对北京外口记者访问时，都讲这是互中国伫贸易谈判让步手段。And I can always do much more or I can do less, depending on what happens with respect to a deal. I think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but frankly, he's not going fast enough.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be buying from our farmers. He didn't do that. The markets were surprised was that they had thought that the talk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of yesterday. And today, the president put out a series of tweets saying that these new tariffs would
go into effect next month. That's only a couple weeks from now. 分析师认为，就算调关关税，未少是民生消费品。生效时间嘛，多是新学期将要展开，家长准备互囡仔买新的文具的时阵，在百货零售业的带动之下，股市是由红变黑。不过，川普政府看起来是较关心买谈判的结果，爱互美国满意。I'm not concerned about that at all. I expected that a little bit becaus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quite yet about what's happened. We've taxed China on $30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and products being sold into our country, and China eats it. 对这点，中国官方媒体强调，面对美国压力因素，这摆谈判的活动进展，就看未来这几天，美中双方有啥物部署。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香港有真侪公务人员，阴暗7点要发起与民同行的示威，小停反送中的运动。不过香港警方昨一搭大楼内底查到汽油弹，就安尼将8个主张香港独立的人士抓入去拘留。真侪民众听到消息，就赶紧拼去抓人的沙田警察署门口要抗议。尾也佫听到讲人是压伫咧马鞍山的警察署，嘛规定赶过去声援。日本警方逮捕包括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声援民众车衣包围沙田警署，除了破坏监视器，佮用米仔架警署停车场出入口甲拆掉咧，都是因为警方伫咧沙田一个大楼内面查扣着汽油弹和制作原料，怀疑会用伫咧示威的活动当中，全逮捕陈浩天等人，总共7男1女。民众要求警方爱放人，律师嘛去现场关心。不过警方是讲，警署内面无嫌关，佮强调无搜查令进行查扣是正当搜证，并无违法。香港法例232章第50條括弧6，我哋係有權喺一個案發現場嘅附近嘅單位入邊咧，去進行搜查同埋檢取證物嘅。了後，佫傳出陳浩天等人被扣伫咧馬鞍山警署，民眾佫轉過去包圍抗議。警方一直到初二透早強制驅離，反送中示威繼續咧發展。為着要閃開行政無中立嘅爭議，香港公務員會喺初二暗時7點發起示威嘅活動。不能夠以一個公務員嘅名義走去做一啲係特別係同政府可能有啲唔同睇法嘅嘢咧，呢個咧就會導致到俾外界有個錯覺咧，以為係同政府大家嘅立場有分歧啦。事實上，香港最近反送中嘅抗議不斷，香港金融界人士伫初一暗就舉行一場快閃抗議集會，初二暗會有公務員示威，初三和初四伫旺角等所在嘛會有示威嘅活動。不過警方以過去遊行攏會發生衝突嘅理由，只敢批准集會。公民團體職工會聯盟嘛要伫初五發起全面罷工。記者綜合報道。頂日啊，咱有報道就講，北韓伫咧頂個月25，佮有早日7月31日透早，攏有試射飛彈。結果昨半暝3點，北韓又佫發射2粒武器。南韓的軍方判斷講，拍算是低度的飛彈。人問起講美國總統川普伊的看法啥款？伊講北韓演過啊，毋捌參美國約束講無要試射飛彈。講起來，這毋是啥物大條代誌。8月2號，北韓在當地時間2點59分到3點23分左右，各一擺發射不明的飛行武器。韓聯社報道，這個武器發射地點是在咸鏡南道的永興地區。東韓電下參與本部觀察，武器飛行差不多220多公里，高度達到25公里，是低距離的武器，真可能是低程飛彈。북한 탄도미사일의 발사는 한반도 평화 구축 노력에 부정적 영향을 줄 수 있다는 점에 대해서 깊은 유감을 표명하며 관련 동향을 주시하면서 철저한 대비 태세를 갖추어 나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對於北韓在白宮內的第3屆試射武器，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北韓並無違反約定，試射武器唔是真大問題，有人拍算要甲北韓講無核化問題。Short-range missiles, we never made an agreement on that. I have no problem.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these are short-range missiles. They're very standard. 日本是認為北韓將擬定試射武器是為了提高軍事裝備的能力，會繼續關心北韓的動作，賣建立飛彈防衛體制，避免發生任何意外。記者陳世彤報道。趕緊來甲朋友報告明仔後日休困日的氣象。今日東南部、恆春半島、東部地區閣有平湖啦、金門啦、馬祖遮攏愛提防講有短暫的局部陣雨。另外，其他各個頭攏是好天。過晝閣有暗頭啊，無定原來有短暫的陣雨。中南部地區，咱就愛提防講，無定熊熊的餅較大陣的雨。
总是这是一刮角头那尔。明仔载台湾东半岛的地区，恒春半岛、甲澎湖、马祖，原来拢共款的有第一站的局部阵雨，其他的所在，包含讲金门，拢是济云好天。详细的气温，观众朋友，咱赶紧来看各地头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台湾四时村国政报新闻，有话实在讲，得人学得群。感谢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后礼拜同款下晡3点再会，我是郭国正，感谢你。为透早